大家好，欢迎来到 AI 凡人频道，我是主持人吴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著名评弹名家蒋月泉大师的《刀会》和《战长沙》高清修复完整版。蒋月泉1917年出生于上海市，1935年拜师学艺，向张云婷学唱《玉蜻蜓》。他借鉴京剧发音方法的基础上，创造发展了旋律优美、韵味醇厚的蒋调，成为评弹曲调中传唱最广、影响力最大的韩词流派唱腔。所演现代书目，在表现人物方面更显功力不凡，代表作有《林冲》《刘胡兰》《厅堂夺子》等等。欢迎订阅、评论、转发。好，请看正片。归贡分明北兵兵，小道士挑衅我的名人，那孔明在他灵验，是否一知是道君啊，你此去上沙，莫开情人，没了王中，他你美他日之法精通无你的，你不能成掉神。当日发他待人气，马不停的谁人到那一批，一地上卷归公西至那阳明，
生人，一个好似家人刚出水，一个儿今日梦后下水林。他们后人杀得风声白，西沙离体雨中飞，军人关公使用头刀戟，老将军急着奔，不了马飞飞的他分析啊生人，归公子们叫他调马送来至，到明天风雨也再开，兵人老将他是开弓，出风迎他也逼风到富神，孩子想到王中神君出版彼岸明。周大
眉。君啊，下令兄，他并非大洋大。多成那关公本是从不能你非凭罪我难所见罪越是云恰吉美口晓得我吉祥翻身黎明不累那楼上几秒几不人吓得闻飞飞他也是忙家八月最几后你最长怒不许你哈哈的从此我将的山云上公红大多里才是对金家两米不能